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11月23號，我係 Anna， 好開心同大公子去銅鑼灣食港日泰美食放題，提早慶生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銅鑼灣港鐵站 C 出口步行5分鐘就到達咗京都廣場，門口擺放咗5市之選嘅餐牌，搭 lift 上3字樓就係迎豐放題料理專門店。門口側邊都擺放咗多款美酒嘅酒櫃，大公子同我都喺呢度打下卡留念。餐廳地方都幾寬敞嘅，光猛舒適。星期5、6日229蚊一位，任食3個鐘，港日泰美食放題。入門口有個多款甜品嘅凍櫃，一部冷熱水機，另加148就入飲日本嘅 Sapporo 同歐洲嘅1664啤酒。冷盤仲有醬汁八爪魚仔、帶子裙邊、中華沙律、凍豬手、手撕雞等等，仲有多款嘅罐裝同紙包飲品任君選擇，當然都有韓國嘅飲品。最開心3小時嘅放題可以試到多款嘅美食。冷盤醬油八爪魚仔幾好食，其他都唔錯。半 cappuccino 就太甜。擺盤精美嘅刺身拼盤，三文魚腩肥美好食，吞拿魚、劍魚、油甘魚都唔錯，仲有馬刀貝同赤貝都好爽口好食。Happy birthday to 大哥，祝佢身體健康，開開心心咁過每一天。壽司質素唔錯，幾好食嘅，尤其是隻燒牛肉壽司。呢4款就以海膽、飛魚子、花枝鏈最好食。泰式魚露刺身蝦鮮甜好食，軟殼蟹手卷淡而無味好一般。泰式燒元貝都鮮甜好食嘅，size 就細隻啲。泰式燒生蠔肉質鮮甜 juicy， 有陣陣嘅蒜蓉香味，焗得外邊焦香，入邊嫩滑。松葉蟹杯配咗蟹膏、蟹肉、蟹子一齊食，好好味。天婦羅炸蝦好淡，麻辣牛脷雖然腍，但冇乜味。泰式蝦餅就香口爽彈好食。泰式燒羊肉又鹹又多油，辣酒煮花螺就味道古怪難食。燒菠蘿多汁嘅，唔夠甜。辣椒膏炒蜆就唔夠味，蜆都新鮮冇沙嘅。口水雞就完全冇味，好一般。飛天通菜榴蓮炒得麵線味唔夠濃，炸榴蓮波都香脆好食嘅，榴蓮醬都幾 creamy。第2灣就飲咗 Mr. Juice 嘅竹蔗馬蹄水。西緊灣肥美嘅三文魚腩係最好食嘅，劍魚、油甘魚、馬刀貝、赤貝都唔錯，北海道角螺就麻麻。北記貝有少少韌，阿根廷蝦就爽口鮮甜。你睇幾大隻阿根廷蝦！都叫咗其他多款壽司試下，味道同水準都好平均。大公子話呢個蟹子蟹柳冷麵好酸唔好味，鯉魚大蝦都煎得幾香口好味嘅。沙灣就試咗韓國罐裝德米龍井茶，有少少澀，泡芙就太甜。最後一灣就再食肥美嘅三文魚、劍魚、油甘魚、馬刀貝、赤貝。手街壽司我就覺得鵝肝帶子、海膽青瓜最好食。卷物就係呢個燒黃牛蘆筍卷最好食。串燒沙爹牛柳肉質好乾，醬汁都唔好味。大公子話呢個紫薯布甸好好味，可惜得返一個。北海道牛乳奶凍就好正。Tiramisu 杯就好甜同埋流。大滿足食咗2支我中意嘅泰國保冰榴蓮雪條。大公子就食咗韓國朱古力雪條，佢話幾好味。咁開心嘅生日放題又享受完畢啦，2個人連埋加1都係504蚊，都算抵食。upgrade 去王牌大閘蟹放題499蚊一位。以下係今日餐廳嘅 menu， 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